2024年剩无几天就要结束啊！台北101今年伫咧董事长高永哲的面册公开跨年宴会影片预告，引起讨论。有立委是针对高永哲因翁仔某伫咧101点电话顶恩爱，感觉无妥当。内角球，内野滚地球，大猛 play， 比赛结束了，中华队赢了。世界棒球12强冠军赛，上尾一局互全台湾的观众是紧紧看。报上的声音会中现伫台北101下年宴会表演。今年预告大成伫董事长高永哲以个人的买奖也公开，不过甲永年来比，拢是开记者会正式宣告，嘛受到外界质疑。那怎么样可以让流量可以马上瞬间串起来？就是我自己粉专的流量 share 到了101，烟火没放好，要么就跳海，要么就下台。家立委王世坚拍宣传的影片，高永哲强调讲，这波宣传拢总敢若开1万块。今年宴会表演上精彩的所在，就是演过拢是5分钟，今年增加1分钟，而且还佫会加上光雕甲音乐。不过具体呈现台湾英雄的方式，也无要公开。高永哲早起去立法院备询，立委对顶一日因翁仔某伫咧外场点顶做散开，也是有疑虑。嘉董事长不宜啦。哦，好，这个不宜啦，因为你们怎么秀恩爱，在旁边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，你用那个的话，人家就会讲公器私用。高永哲顶一日去日本，正是拜访101上大单一的股东，日商台湾议定中，传出对方有想要出脱持股，当咧甲特定的投资人直接。高永哲回应讲，已经有掌握，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讲，特定的对象都是中国信徒。快闪日本是去找伊藤忠吗？当然是啊。那状况怎么样呢？你要说你刚刚都不知道，你也跑了一趟日本，怎么会都不知道呢？我所有的细节都知道，但是这个是不能够现在讲的啊。台北101宴会表演就要到啊！高永哲强调讲，今年办宴会数量比演过较侪，嘛用台湾在地流行音乐，包括台湾上用，组织台湾在地力量，嘛希望天公伯啊，迄天会当好天，互宴会表演会当完美呈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